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28号，公元2017年12月15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孟买倡导古印度智慧。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印度可以推动心灵与道德教育。司政同美国多位议员会晤，促尽早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关注西藏局势。司政表示，达赖喇嘛的愿望是促进藏汉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北美藏人在世界人权日举行大型声援集会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8号上午在印度孟买索梅亚学校中，向该校350多名师生发表了关于复兴古印度文化的主题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时强调，世界渴望和平，但和平只有通过内心的平静才能得到。达赖喇嘛尊者认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现实途径是发展内心的和平，而不是释放鸽子或者颂扬和平而获得的。达赖喇嘛尊者还向学生详细地介绍了自公元8世纪以来印度那兰陀传承在西藏的发展过程，以及古印度文化传统千百年来在西藏实践和保存的情况。尊者表示，在流亡初期，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和发扬我们的文化。That's the proper way 求尼赫鲁总理 to reduce anger. Okay, 当时印度政府 like 特别 that. 支持我 So 们的 therefore, 寺院和学校。而在 this book, 70年代， this 当我 book 开始到欧洲 very 很 useful. 多国家，包括苏联和美国旅行的时候， So I think 我 now, 发现尽管物质发达， this morning, 但人们的思想却非常困扰， this 焦 one, 虑和压小我们的力情绪非常强烈。 so that 此外，12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孟买索麦亚学校出席了由瓦纳基金会举办的主题为“在当代印度复兴古印度智慧”的活动，并向2000多名印度和藏人民众发表了关于古印度那兰陀传统的公开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提醒印度人要严格研究1000多年前古印度的那兰陀知识。尊者指出，印度是唯一可以将古代印度知识与现代教育融合的国家，将为这个世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尊者指，梵文中的知识最好用藏文保存下来，因此保护藏语和佛教知识不仅是600万藏人需要关注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佛教人口最多的国家。尊者还对处在西藏境内数条河流下游的亚洲国家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能够认清西藏的生态与各自国家血缘间的关系，一同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本周在对华盛顿进行访问活动的第2天，与来自美国国会两院的众多议员进行了会面。司政罗萨桑格同包括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美国国会议员汤姆、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林赛格雷和内务委员会拨款成员尼塔洛伊进行了会晤。两人在过去为流亡藏人社区的拨款项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表示今后将继续为西藏社区提供资金。司政还会见了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马克·卢比奥和美国人权小组委员会共同主席丹姆斯·麦戈文，向他们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和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并敦促议员和代表们尽早任命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另外，12月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针对美国所持的西藏政策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听证会。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主持了当天的听证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理事理查基尔、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哲蓬丹兹南杰以及美国民主基金会执行主席卡尔·杰什曼受邀在会上作证。
亚太小组主席泰德·约霍在致辞时指出，西藏人权与自由处于恶化状态。根据国务院2016年的人权报告，中国政府通过残酷手段严厉镇压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与语言，严格限制西藏人民的公民权利。美国民族基金会执行主席卡尔·杰什曼发言指出，中国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继续实施治藏高压政策，因此美国政府应着手推展工作，强调1950年以前西藏曾经是属于主权独立地位，以及中共动用武装力量侵占西藏的历史事实。哲蓬丹兹南杰作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管的身份出席了听证会，介绍了境外媒体收取西藏境内信息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境内藏人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传达消息的情况。理查基尔则要求美国政府尽快任命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通过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放宽对美国官员、记者和普通公民去西藏旅行的管制，以及呼吁美国向中国政府再次提出在拉萨设立领事馆的要求。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圆满结束对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访问后，于12月8号下午抵达纽约。西藏人民议会北美地区议员、西藏团结运动组织成员、纽约与新泽西藏人社区代表等在机场隆重迎接了司政的到访。当天下午，司政洛桑桑格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盛顿特区、纽约和新泽西藏人协会联合举办的藏汉交流会，并发表讲话。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同司政一同出席了会议。司政洛桑桑格在致辞中谈到，中国普通民众支持以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并引述了达赖喇嘛尊者有关藏汉友好和睦的开示，并赞扬这次交流会是推动藏汉友好关系的典范，并且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发言时谈到，自古以来藏汉两个不同的民族间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关系，并说这种历史性的纽带促使许多中国人支持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在交流会上发言的与会华人代表有著名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夏明、胡平、王军涛、秦卫平、杨建立、向小吉等。华人代表在发言时共同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为推动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的钦佩，并表示将支持以中间道路为基础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此外，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暨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8周年纪念日当天，以印北达兰萨拉为主的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和远藏人士们聚集在各自所在地，以举办集会、游行等活动进行了纪念。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数千名藏人和支持者于12月10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前举行了大型声援集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以及包括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等在内，多名中国学者和民主人士出席了集会，并在活动上致辞，在谴责中共罪行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人权状况。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集会上发言时，呼吁联合国保护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并指出西藏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司政指出，这次集会是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个警醒，以提醒其无视西藏的正义事业，无视人权、民主和恐怖暴力。司政洛桑桑格表示，在过去的60多年里，西藏遭受了残酷的统治，西藏人民在高压统治下遭受着无法忍受的苦难。境内藏人以点燃自己宝贵身躯的方式抗议中国对西藏的残暴统治。他们的呼吁是：西藏要自由，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而自焚事件不仅仅是20个人，而是整整150名活生生的藏人。正强调，今天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集会，就是要告诉世界，西藏正在发生的悲剧。虽然你可以选择以另一种方式看待西藏问题，但你不能说你不知道西藏问题。That is why we are here today to tell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司政陆森森格还就中国当局拆毁拉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以践踏西藏人民基本宗教自由，并敦促中国应该立即停止拆除、恢复原来的佛学院。司政指出，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份，拥有12000多名僧尼的拉荣五明佛学院被拆毁，从12000名僧尼被减少到5000名，7000多名僧尼被驱逐，3位尼师自杀。拉荣和亚青佛学院的拆毁是不能接受和难以忍受的事实，因此我们希望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要了解西藏发生的悲剧是真实的，西藏人民遭受的苦难也是真实的。司政进一步强调，西藏人民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政治压迫、文化灭绝、经济边缘化和环境破坏等政策。司政进一步指出，西藏问题不仅涉及600多万西藏人的福祉，还将涉及到依赖于西藏江河的下游亚洲各国数十亿人口的水资源危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演讲时回顾了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人民以及对世界的贡献，并强调了目前西藏境内的危机状况，指出扎西韦瑟、丹增德烈仁波切和拉荣五明佛学院的案例是中国压迫西藏人民、破坏西藏文化和传统的例子。他还谈到了藏人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就有关西藏的决议，包括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事业，敦促中国领导人恢复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的对话。在集会演讲结束后，数千名藏人和支持者从联合国大楼前开始游行，经纽约街头，最终在中国领事馆前集会。游行队伍高呼和平、人权、非暴力、对话和达赖喇嘛尊者万岁等口号。此外，包括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台湾、日本、比利时等国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地办事处，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天，连同当地藏人协会等组织举办各类活动，纪念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8周年。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